车想要充电的时，看到这个火车顶 USB 这个孔敢会去用？有人翕到火车顶 USB 这个插座的挂无堪，怀疑讲有这个人客呢摕来充电，是讲呢做恐惊去伤到电器产品，因为这个代替的车是用交流电，经过中性这个区间可能会切断电流，不过插座并无稳压器，所以讲电流安尼有时有，有时无，这对电器会造成伤害。 民众搭火车、滑手机，如果电量告急，像这样看到这种 USB 孔，您会使用吗？如果真的没有电，又有急需要的话，看情况，或许会考虑啊。会啊，又方便啊，要不然没有电了怎么办？一般情况下不会了。 大多数的人感觉这个插座会当让乘客紧急充电，不过顶面清清楚楚写旅客禁止使用。 有网友翕一张相片，讲这种可能已经用过，袂当充电，然后呢，伊的功能是啥货呢？有网友解释，代替用是交流电，经过中性区间的切断电流，这插座无装稳压器，所以这种充电器会飞来飞去，安尼真伤到手机啊！建议旅客上好卖用。充一下，断掉一下，对电器的伤害是很重的。不要插太多的电压，不会有立即性的危害，但对你的电器的伤害，这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。 你要看插头长什么样子，只是一般 USB 的线，它是没有整流的功用，交流电是不能直接拿来用。哈那讲真实的，代替即马除了普悠玛和 EMU 3000升这类车外，其他车型拢无提供升级充电。坐车若拄着无电，嘛是要搁等一下，较袂乱输充电，煞省长手机啊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